唔夠膽相信珠海個豪宅咧，居然1萬蚊首期咧，你就可以入住呢套精裝修大兩房，仲有個衣帽間喎，月供咧只需3100蚊啊，20零分鐘去到拱北關口啊，位於我哋珠海市嘅豪宅啊，成個小區咧環境都係好舒適嘅，仲有3個月時間就可以收樓，全屋精裝修可以做到拎包入住，送咗10幾萬嘅現裝俾你啊！而家去睇示範單位，1萬蚊首期，月供3100，就係而家呢套兩房單位啦，裝甲大門係交樓標準。過翻嚟呢，就係廚房嘅位置，感受下成個開間，可以放雙門嘅大雪櫃，3件套呢配備齊全，櫥櫃啦、大星盤啦已經全部係配備齊嘅啦。過翻嚟呢，就係我哋客餐廳嘅位置啦，全屋所有嘅地方呢都幫你做好晒呢個背景板嘅。咁再過翻嚟呢，就係我哋餐廳嘅位置。同樣係用咗唔同嘅板材、唔同嘅款式，同你做好咗背景板。中央空調咧都係大金嘅，同樣係交樓標準嚟嘅。飯廳擺4人嘅餐台，過翻嚟係3.6米開間嘅客廳。我哋出去露台睇下呢度嘅景觀咧。由於而家係2樓，所以係腰線位置。只要到咗3樓以上咧，呢一面咧全部都係大落地玻璃交樓嘅，所以成個觀景面咧會更加靚啦。同樣可以望到一線湖景，以及我哋小區嘅百年古市嘅景觀啊！入翻去咧睇下休息嘅位置，呢一個牆身咧已經全部幫你油好晒藝術漆啦。過翻嚟就係我哋洗手間嘅位置，已經做好咗鏡櫃，同樣咧係贈送電動馬桶啊，智能馬桶嚟嘅。入翻去睇下我哋呢一個嘅淋浴區，就算係200幾斤嘅大肥仔啊，都可以用得落啊！而且係配送咗史密斯嘅熱水器嘅。再過嚟呢，第一個客房，呢間房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嘅，衣櫃、書台、空調、吊櫃，1.5米嘅榻榻米，全部都係贈送俾你嘅，而且係油好咗藝術漆啦。咁我哋幾乎呢就可以帶被單入得嚟住啦。過嚟呢就係主人房啦，呢間主人房係我最中意嘅位置，有一面大嘅玻璃面喺度觀景呢，成個視野同埋成個人嘅感受呢都會好舒服嘅，因為你可以睇到啦，陽光同埋成個通風效果呢會令到人比較精神嘅。所有地方呢都已經油咗藝術漆啦。呢個位置呢仲有床頭櫃，一路延伸過去到我哋嘅書台都係已經係膠標嚟嘅。呢張係2米嘅雙人大床啊，成間房嘅空間去到13.4個平方嘅。再過翻嚟，你見到嘛？兩房有個大衣帽間啊，左右兩側各1.5米嘅。呢度呢只需要1萬蚊首期，月供3200，20零分鐘去到拱北關口啊！而家15樓以下嘅所有樓層已經係幾乎係賣晒㗎啦，剩低呢高樓層單位，有興趣朋友就快啲評論區打上666，Jason 呢將最後嘅特價單位私發俾你。拜拜。